出门就有，真来一再就看弟弟，他总是不允。是啊，我听员外说道，可惜小姐是个女子，你若是个男的，我就帮你去了。我啥是个男的？你说我一了是一了。小怪，小姐要想出门读书，真乃员外一再不用，因此小姐郁郁中人，得了一病。这可是何时好？让我去看来。员外，小姐刚在上，你不要去惊醒了她。员外，一辈子之间，不是请过卜卦先生来，就一个你呢？倒也是的。卜卦先生，小姐，员外请你进去。人生，你我要小心一点。员外，卜卦先生来了。员外在上，卜卦人施礼，请坐。谢员外。请问员外有无疑难？郑小女向皇城读书，是我不用，为此犹豫争辩。彼子吉凶时候，得请先生一步。此次待我不来。员外，造化看来应该让灵儿出门读书。哦，
还是让他出门的好。是啊，正他6年一马心照明，身居国王，空有灾难。冤枉，万娘小姐出门的好。大皇城更是他极大礼。哦，还是让他出门的好。哎呀，再这么死的，再这么死的。小丫头，你笑什么？你是女人应得，应得你经过西龙的母亲。弟弟，女儿叫方门子一无破绽，如今你总该等我去了。真是无闹，为国千金，出门就养，跑得路年有失体统。要的是为不可请先生来府教导。弟弟，这行人的名士，中原名士，怎奈你是一个女孩子，为不使我放心得下。弟弟，女儿一定要去。冤枉，如果不放小姐出门，小姐真的病坏了身子，如何好？这个弟弟，女儿一定要去。因为你一定要去为父一理就是弟弟，但有一件，你只去乔装男子，却不可露出破绽。3年衙门无需说归。倘假有要事，一件家事即说归来。女儿遵命。听一听，只就两开岁月，不是在此两入片刻。瞧，进来有人。看他们也是银缕模样，
说不定也是都死去的。臣兄请了，小弟有礼。这厢万里。请。请问仁兄，真姓大名，夫居何处？姓作明英台，上与作家称人士。哦，神兄是归籍梁山北啊。神兄本是去阳城读书，正是。小弟已去阳城帮师聚友。好极好极。你们到哪里去的呀？当人去读书。我们也当人去读书啊。那巧极了。小姐，小姐好端端在家里，你敌他之人。我想要是小姐能一同出来读书，那就好了。怎么灵妹也想出门读书？神兄有所不知。了罪高人，神兄雷厉谁记？自动大爱配我心，男女都是无母生女儿，都是命里也给难以启齿，神兄有见教。下山北无兄友，无弟亦无妹，亦无弟，逾越千里来相会，得与神兄心欢喜。与你俩举杯，
此力度未得相助。不妨出土为相。请问主人兄今年？小弟106岁。我今年已17岁了。遇到长者为兄，愚者为弟，请让就我一杯。就我一杯。夜里呀，你我同他3年贼，今日回见二怪，只有女子的二怪。夜里呀，你这耳朵为何应？两兄，你做文章不专心，为什么看来看去看不定？杀死我的二怪，想起当年真小是非，我家亲年年有庙会，请人叫我办观音。哦，只有你在下菜你，我在养。夜里不必怒气谁？梁先锋，先生唤你。哦，夜里早的，义兄屈膝修来。小姐，员外又有信来了。是不是又来催我们回去？
什么应的？别事么？应的，到此何事？弟是想北边先生师母即刻归去，无故就要归去，只因老夫有病来信才归，明日一早需要等等。哦，既然是此，理该回去。师母，你还有意想高？还有没什么？师母啊，师母啊！
你愿不愿配鸳鸯？配鸳鸯，配鸳鸯，可惜你应的不是女武长。也
知两兄可曾期望配？早知与兄未婚配，今日相问为不来。昨日两兄亲笔定，小弟替你做大媒，夜里替我来做媒，未知千金哪一位？就是我家小姐妹，不知两兄可惜哎。九妹今年有几岁？与我同年啊，还是双胞胎，九妹与你可相像？他平毛头上做银台，未知曾把开不开，家务做我先银台，多谢爷的来约谈。两兄花轿早来，我呀你七巧之事。哦，七巧，我家来，难分开，心中相天句话。
师母，三伯，看你心神不宁，为了何事？师母，弟子思念家乡，思念家乡，须该归去。我有一事，正要告诉于你。师母，请讲。应得与你同唱共度于山寨，他的心事你可明白？你此去是非方应得，再问你他到底是哪还是女精彩？年底为家国当官位，师母你为男为女好机会。他灵隐于眼神相托，托母替他做大媒，心怀就是肉酸的。还不知夜里要去谁？三分啊，应得原是女子当。应该是个女的。是啊，应该是个女的。是此嘞，应该就是九妹，九妹就是应该。应得他自己做媒，自己既有婚样，理应早娶就亲。立即看兵临先生，下山放应得去吧。多谢师母，多谢师母。
嘿，你这个妹啊，做得对，心中气态要栽培，乖乖细细藏起来。作家早相会，恨不得插翅飞到他帐内。知道昨夜做花去了上来，常言道做花上来，喜日来，喜日，弟弟，因为你的喜日来了。为吾家女儿亲自开，弟弟家女做生配，结丝两月催心为。弟弟家女是一岁，他就是有才有势。他是子马为谁？弟弟，女儿不配，门当户对，真实不配。女儿不嫁，为何不嫁？女儿愿侍奉弟弟终老一生。为吾忧伤，杀得你离开西夏，怎奈女大当家，为吾妻内误了儿的青翠。弟弟，女儿不愿。哦，你的行人都是世界。莫非宁熙，你们小弟都是三岁，做了些什么？讲，人生万岁无妨。小姐两人都是三岁，与那归期200-300相公200-300，一起进来，盈盈不离。哦18里送别长亭，小姐话，小姐话请看诗句美。
又美又拼又不明，两三分他与我做家难连。做人辈，小人背敬。两爷子是我为人缘人，请坐。小人冒昧登门，望神不大人见谅。哪里哪里，两爷子像是路过安生，乃是特地讨夫与神不大人问安。不过身边也往往引来也厉。让我来送。梁相公，请用座。迎新，如是礼礼。迎新妹妹，是就两爷子远道而来，请到四方小坐片刻，到明迎待出见。来，为两相公四方小坐。是，梁相公请。谢人不大人。迎娶，去请小弟下楼，有客相报。是。二妹，你叫小弟先来接我。是。梁兄，弟弟，应该两三分3人前来相报，我看你还是不见的好。弟弟，我与梁兄年纪近来同窗3载，远道来访，岂可不见？你是马家的人了，女儿为人已育，岂不为婚姻大事，当有无谋作之？弟弟因念女儿在长亭请求许配，无媒无偏，做事不对。与师母为媒，若孙子为聘，与理无愧。马家乃是尊严世家，凡有门第。梁家虽是平安，却是清白人家。现在你好无礼，岂不知三从四德乃天经地义？
你让这米本物无足非为，不但有辱门楣，也为礼法所不容。应得为吾平生哪一件事不倚重于你？你有婚姻大事，非同儿戏。为吾一家里须马家，万难应该。年龄3分有结伴之年，就用你一件，你要好言相劝于他，叫他领取所女。宁亲，有请两相公。应得不要离言莫面，有失礼数。两爷的沈不大人，应得借顾两爷的。两兄，两爷的远道而来，是老朽不能奉陪。应得你同3本乃是结拜兄妹，你要好好看待，不得怠慢。宁妃，你陪四舅下去歇歇。两兄，你我在读书的时候，乃是兄弟相称。如今你以这官当办，我还是出眼的，还是在读书时间，我是女扮男装，你我应该兄弟相称。如今不妨兄妹相称。也没两兄两兄，这里不是说话之处，请到小妹思虑小事。好，两兄请。好，还是也没请。我与我三
两兄，你我长定分手，别来可好？好，也没家具，相比而生。托两兄之福，夜晚好。两兄此来是路过万事得到，得你到此，一来与神不大人问安，二来想望望你家九妹。九妹，那一日接到大郎送你归，你在家有小九妹，长亭上面住的美，与兄弟带你对妹去起两兄啊，你到九妹是哪一个？就是小妹做银台。义兄知道就是爷妹啊，两三辈与做银台，皆是姻缘配龙来。见他欢笑我心碎，他在我弟弟将我从分开。举笔头梦应欢喜，你有脸上走上眉。两兄啊，应得有件为难事，要想明生去难开。你我之间还有什么话不能讲的？今生不放。两兄，小妹始终比你为家，弟弟做主，已将小妹，啊，已将小妹终身。怎么样？呀，接应来，终身儿是帮着看，越大人有精神为。
作子亦将终身。难道是你家小弟已婚配？员外之子将小弟终身，是那他虽自马来，梁相公，梁相公，梁相公，小姐。梁兄，梁兄，
道，我与两兄难人对，我弟弟赢了马家面，我与两兄难人婚，我弟弟受了马家聘，我与两兄难人怨，我弟弟赢过马家姐妹，愚兄绝不远离，你可知我为你一路
兄，你这个样子，我死在你家中不疼啊！两兄啊，你须再放心啊！不
难道你还想念那200-300不成？下300一死，生死不能不生。为天为吾之言，好好树葬上桥。你为我千言万语中全我心，女儿立誓不嫁人，立不家教在官位，我宁死不让马家门，不让马家有时何福？与两兄生不同路上此同为，岂有此理！下回我替你派了这门高情，难道还结束了你不成？你竟敢如此放肆！你要我气死你亲生老母！两兄一死8年回，老母比家生财呀！我胸中早有旨意在，生死都在2-3倍。弟弟，你一定要女儿上轿。女儿就依从弟弟，依了就好。只请弟弟依我一事，讲弟弟逼我上轿迎，女儿有时来就肯，叫人2-3摆烧灯，叫后3千紫禁亭，花轿先到吴家镇，应得要背书弟兄们。应得，今天是我儿玉桂之期，你再能把一说我前去祭文。弟弟啥子不答应，要我上轿还不能。小姐，姨妈，我就依你，可有一件，必须里面丑，外面杂吧。等祭文之后，开去把衣服我，好到马家交办天地。宁心，说说不是小弟树葬上桥，不得有误。静下。启禀小姐，来此也是吴教镇，请小姐出轿。两兄啊，两兄
不能同生，求同
去吗？真是想出门就有，怎奈一再求恳弟弟，他总是不允。是啊，我听员外说道，可惜小姐是个女子，你若是个男的，我就帮你去了。我啥是个男的？你信，我一两是一两。我是大惊小怪，小姐要想出门读书，真奈员外一再不用，因此小姐郁郁中人，得了一病。这可是何时好？让我去看来。员外，小姐刚在上，你不要去惊醒了她。员外，你彼此之间不是请过卜卦先生来，却一个你呢？倒也是的。卜卦先生，小姐，员外请你进去。宁心，你我要小心一点。员外，卜卦先生来了。员外在上，卜卦人施礼，请坐。谢员外。请问员外有无疑难？郑小女向皇上读书，是我不用，为此犹豫争辩。彼此吉凶时候，得请先生一步。此次待我不来。员外，照卦看来，应该让灵儿出门读书。还是让他出门的好。是啊，正他流年一马心照明，身居贵王，空有灾难。员外，还是让小姐出门的好。大皇城更是大吉大利。还是让他出门的好。哎呀，再这么死的，再这么死的。小丫头，你笑什么？你是女人应该应该你经过西龙的母亲。弟弟，女儿叫方门子一无破绽，如今你总该等我去了。真是无脑，为国千金，
出门就业，跑得路年月色体痛。要读书，为不可请先生来府教导。弟弟，这样人有名师，总有名师，怎奈你是一个女孩子，为父是我放心得下。弟弟，女儿一定要去。员外，如果不放小姐出门，小姐真的病坏了身子，如何是好？这个弟弟，女儿一定要去。因为你一定要去，为父一定就是不愿条条打不来。两兄啊！
想想，他金毛头上做银头，为子曾把开不开，家务中我心银头，多谢爷的来牛头。两兄花轿早来，我呀你乞巧之事。哦，蹊跷，我家来，难分开，心中想天去望。当不专心，为什么看来看去看不定？杀在我的耳怀，想起当年真小是非，我家曾年年有庙会，称人叫我办观音。哦，只有你在下菜你，我在养。啊，爷的不必怒气谁？梁相公，先生唤你。哦，爷的早的义兄屈气修来。小姐，员外又有信来了。是不是又来催我们回去？离家何时已三载，老母是公公家事待我为。
师母应得。谢师母，应得到此何事？弟子想拜别先生师母即刻归去，无故就要归去，只因老夫有病来信才归，明在一早需要等等。哦，既然是此，理该回去。师母，你还有意想讲？还有没有什么？师母啊，师母啊！老师教诲恩慈海，有人师母好看待，不用客气。师母啊，讨教几年两三杯，同堂共念三堂杯。这个我早已知道，三堂杯，三堂杯，我有满腹心事去难开。
师母，三伯，看你心神不宁，为了何事？师母，弟子思念家乡，思念家乡，须该归去。我有一事，正要告诉于你。师母，请讲。应该与你同唱共度于山寨，他的心事你可明白？你此去是非方应该。再问你他到底是侬，还是女精彩？夜里为家务当寡为，师母你为男为女好机会。他灵隐于你神相托，托母替他做大
该是个女的。是此嘞，应该就是九妹，九妹就是应该。应得他自己做媒，自己既有不雅，理应早取就亲，立即看丁力先生下山放应得去吧。是梦，不是是梦。应得你这个妹啊，做得对，心中气才要栽培，快快细细唱起来。作家找相为，恨不得插翅飞到他
此去家长男子，却不可如此破绽。3年衙门，无需说归。唐家有要事，一件家事，即说归来。女儿真命。定一定，只就两腿岁月，不是在此两入片刻。家姑定没有人。看他们也是淫女模样，说不定也是都死去的。陈兄请了，小弟有礼，这厢万里。请。请问仁兄真姓大名，夫居何处？姓作名应台，上与作家陈仁氏。哦，仁兄是归籍2、3辈啊。仁兄本是去杭城读书，正是。小弟也去杭城帮师聚友。好极好极。你们到哪里去的呀？当人去读书。我们也到杭城去读书啊。那巧极了。小姐，小弟好端端在家里，你抵他责任。我想要是小姐能一同出来读书，那就好了。怎么灵妹也想出门读书？仁兄有所不知。想
人，要罪高人，神兄雷厉谁记？自动大爱听我心，男女都是无母生，女儿做事明理也给母最大，天下男子一般呀，难得他也为女子抱不平。想飞过两本一语四千章，我有意与他结为兄弟名。左仁兄，小的有言，只是难以启齿。神兄有见教，下山北无兄友，无弟，亦无妹，亦无弟，欲约千里来相会，得与神兄心欢喜，亦约与你俩结拜。为子神兄苦愿意，不曾神兄不见起，近来记你为兄弟，从此都是有两不，小弟哪有不愿意。话虽如此，只是离途未得相走。不妨出土为香。请问左仁兄今年？小弟106岁，我今年已17岁了。遇到长者为兄，愚者为弟，请让就我一杯。就我一杯。眼里呀，你
母同他3年给，今日回见二怪，只有女子的二怪，眼里啊，你这耳朵为何？